台东县即届无传出真严重的灾情，也毋过大水雨甲灌溉系统的进水口和土石拢冻掉的，恐惊影响到农民离基稻报产的时间。台东管理处是表示讲，等下水退上紧3天上慢20天，就当来正常供水咯。但那是风台慢慢离开，台东的农民透早去巡产水，准备3天后要来种地、种麦冬稻啊。不过所发现灌溉水准无水，伊是真着急。我们已经排了差不多11号就要插秧的话，等于是这几天，今天就开始要准备前置的作业，打田整平，所以可能就会延后它的那个插秧时间。今天的秧苗都已经高了。因为这届风台2天以来，台东县有500多毫米的累积雨量，各地溪水涨起来。甲农田水利署台东县内内引产的系统入水口闸水的布环全冲歹去，主要的避南上圳、太麻里圳、甲关山圳等等，水拢无法度集中引入去引产的水路，部分的入水口还去互土石塌掉咧。农水署台东管理处表示，闸水布环受损，只要溪水的水位降落来，基估就会当去处理，重新恢复引水，而且清除水路的土石就会当恢复供水。评估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现在地表水都蛮丰富的，我们都可以尽量在安全的范围内取到农民需要整田的安全的灌溉用水量。不过，农水署台东管理处表示，因为台东县为北到南灌溉系统布环流失的程度无同，恢复正常供水的时间上紧3天，上慢可能要加20天。供水的时间会阁通知各地区的农民。记者综合报道。